爱食也係冇食啦，我肚子痛呀，唔過我以前做唔得再個食咧，用嘅講咯，因為我當初條同我同事出去食當初，哎呀，你哋啊，睇下同事叫下食東西呀，就當歡喜，就見打嘴鼓又見食，我就食咧飯，又食咧麵，又食咧泡嘅雞皮，又食咧甜嘅點心，啊，真係當平，看我嘅手，還講我嘅肚子嘅肉，我真係做唔得再個食咧啦，唔過。我呀肚子痛呀，我用干啥啦？係講我呀很遠的冇食東西，唔講等下差唔多10點以後，我就會知道肚子痛呀，肚子痛以後我就會好夜食宵夜，跟我就喊卡皮呀，嗰陣你做唔得。我聽錯愛先去前面行我嘅冰箱，看有下空間的東西好食冇？安尼真的是一滴滴的下空間的東西，家家去前面下冰箱。來看看呐，哦，有甜頭，還個有人參，做得咯，也沒做得，哦，保秀順，好，有。看到一條空間的東西啊，我就有靈感咧。其實哈，一條冰箱底度的青菜，平常時啲我唔卡冰箱底度當當，不過看到一條我就想到講做啲撈起來做一類煲飯，一隻煲飯唔但搶當健康，韓國大家有看到非常多嘅食，故說又空間又醬又好食，哎呀就做得下講大愛嘅菜哦乾了，故說安尼食就唔會皮耶。故說聽下來看呐，我準備按到乜嘅材料啊？知道我見每一套嘅食材全部都套到1號哦，還有合乎到呀5行嘅概念哦。用嘅我們按嚟講，比如講像呀古嘅係無色對下啲油脂係青好嘅，韓國生下來呀還有呀保秀順係黃色係古嘅味噌，韓國生下來係綠色嘅呀甜頭對下啲乾青好哦，韓國生下來係紅色嘅人參係補心腸，紅色的食材就係補心腸。接下來還有白色的呀黃頭芽白色的就係元氣哦，真係係非常嘅養生啊！合乎到呀5行嘅顏色。唔過阿喬乜係小5呢？講呀5行顏色，以前有一些嚟睇傳統嘅，我講一下，我講米小5戰士嘅披薩係樣做得冇？好，就按樣講，米小5戰士嘅披薩。好，接下來研究做得來撈食材，撈佢處理一下，古嘅撈入嘅底頭薄睇細切，按樣就做得咧。韓國接下來係按呢保秀順就撈佢切一半，按呢會下夾熟。切一半，好，切一半，好，呀，不用等下再個用。剩下來係按呢甜頭咩叫用？好，然後呀順風嘅洗睇過後就做得拿來用切咧，然後佢切啦。切細段呢，好，沒用，不用等下再個用。韓國
人参我用的种咯，其实我好留佢切到泡泡嘅，再个留佢切细，因为有啲人他冇中意嘅人参有一种粗手嘅味是，阿佢冇爱，其实冇按中意，唔过味道身体康健，故说大红色菜，人就做唔得偷睇，大红色菜都爱食，人做啲留佢切泡泡嘅，安尼切泡泡嘅，韩国再个留佢切细。也係其中一項切法，韓國阿佢咪再個教大家，係講有啲人唔愛切泡片，做得準備呀泡刀，安尼用泡嘅，有冇？攞佢泡下來，再個泡下來以後，再個攞佢貼起來，按樣切就做得切鹹卡油嘅絲哦。好，嗰首材料全部就準備好，以後人就做啲老材料，放到人嘅天鑊嘅底度。今日人我用嘅料理工具係呀天鑊嘅，韓國記得呀底部嘅內鑊，聽說我用不鏽鋼嘅哦。好，一下來撈洗好嘅米兩邊，然後佢倒落去。兩邊米倒落去以後，我來開始來做調味。像按樣嘅菜飯呐，當道就係用日本式嘅調味，比如講又用米粒啊，又用豆油啊，又用水啊的。係講也不卡冇米粒，就做得用水，還講用酒呀兩種來推米粒哦。嗰時一下來加豆油，好，再過來係米酒。好，再過來係糖，我記得咯，糖同米酒就做得拿來推下米粒按樣嘅調味，韓國再過來鹽落去，韓國因為阿佢們一開始啊係加兩比米，故所愛加嘅水啊，就愛加到呀刻度。2呀片蔬菜，刻度2呀張蔬菜，故所好一下來開始加水。好，差唔多咧，差唔多味道2呀張蔬菜，一陣時間就做得來撈其他嘅食材放到底度了，香菇誒，放上去，韓國。包小筍，切好嘅包小筍，韓國呀，黃豆芽，韓國甜豆，再過來係人參。然後佢放上去，好，按樣啊，等下再個放到天鑊嘅底度，本佢蒸，按樣就係當用成嘅5行菜飯咯。先來撈呢天鑊嘅加水，唔過人嘅內鑊愛煮幾多碗飯，幾多比米，人嘅外鑊聽說就係1比水。好，然後來到1比水倒落去。再過來撈人嘅內鑊，放到底度，再個鉗蛋，韓國1次成功，傾下去，好咧，等下就等佢好，韓國愛提醒大家，佢跳起來嘅時間啦，聽說愛幫佢翕，差唔多10分鐘，咁做得開鑊哦。一下阿喬妹好啲等嘅時間，應該愛去運動一下冇，等下我要食東西，按樣又我又動到嘴惡感，故所我要先起來運動一下。哎，先來暖身，一手。好
了，大家聽咗愛記得，天鍋嘅煮飯啊，跳起來嘅時間啊，唔好停定就開鍋蓋哦，聽咗愛再個等10分鐘嘅時間。好，估數一下10分鐘嘅時間，已經各位就做得來開鍋蓋了。來看，哇，做好誒！看起來真係係動空片呢。哇，有橙色咧，韓國有紅色咧、黃色咧，真係係各種色都有。古時候也係呀，菜飯煮好嘅以後，人做對老幾小口嘅調味一下，先老幾攪攪啊，攪攪啊，好，攪攪啊。搞搞，做得來試色一下，加個米絲。做得這個咖喱試試咧，還有，這個來去搞搞啊！哇，安尼係唔係當簡單？按簡單呢呀，5行嘅安尼用成菜飯就做好了。太好誒，太好誒！煙花響誒！喂，嘿，係我阿祖打電話幫我做乜㗎？幫我啲嘅做乜嘅？我啲嘅。食飯，哎呦！食言講好，按部頭唔是食飯，唔講我就知道我都是動搖啊！三比天公益這個咁就好誒，韓國我加下有運動哦，係真嘅有運動，唔係加有運動哦，我係真嘅有運動哦，唔係像你全部都冇運動見講嘅哦。哎呦，我唱出一啲啲嚟聽聽韓國人係是搶菜飯好冇？搶菜飯非常嘅空天呢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聽說按部10條2去求是喲。